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呢排黃仁勳返台灣，引發島內輿論。黃仁勳2年之內返咗台灣5次，見過供應鏈，見過企業家，見過地方官員，甚至見過台北市長蔣萬安，但偏偏一次都冇同賴清德或者卓榮泰同框或者會面。黃仁勳同綠營高層玩捉伊恩，究竟搞邊科呢？你話一次撞唔啱時間正常，2次叫巧合，5次呢個已經唔係巧合，係選擇。賴清德喺辦公室等電話，等到瞌眼瞓，結果呢，等到蔣萬安同黃仁勳喺台北一齊食夜市，傾海外總部，甚至有傳聞話賴政府想透過台電董事長去約黃仁勳聚餐參觀電廠，結果人哋行程排到滿一滿，請晒所有供應鏈大佬食飯，就係偏偏冇時間見小賴。好明顯，一方面綠營一邊想將高科技產業綁上自己嘅政治戰車，一邊又強調非紅供應鏈。但黃仁勳想要大陸市場，根本就唔想同你行埋一齊，唔想配合演政治宣傳劇。其次，做得 AI 大佬心入面早有算盤，對台灣嘅缺電狀況一清二楚。賴政府舊年拍住心口宣布非核家園終於達成，今年又改口不排除先進核能。呢種今日魔鬼明日天使嘅玩派，你叫人哋點能夠長期佈局投資？當初蔡英文選舉推出最出名嘅核心科技，用愛發電，將無核家園當成包治百病嘅靈丹妙藥，當成最核心嘅拉票架撐。你點睇佢哋呢塊非核神主牌呢？簡直 ridiculous！ 全世界能源學家研究咗幾百年，煤、石油、天然氣同核能，最後蔡英文話俾我哋知，最勁能源係愛情。可惜你部冷氣冇電，唔會因為你愛台灣就自己轉 AI 伺服器，更加唔會因為你有信念就少食2度電。蔡賴兩人強行將低成本嘅基載核電推場，結果呢？過去10年，台灣電價連續調高咗6次，平均漲幅高達44%，而且全台頻繁發生大規模無預警嘅大停電，親手將台灣推入咗電力困局。對比過去，依家全世界踩油門衝入 AI 時代，用電量根本唔可以同日而語。台灣現有嘅電力供應係咪已經捉襟見肘，隨時斷供呢？冇錯，以前手機工廠用電同今日 AI 用電根本唔係同一個量級。一個大型 AI 數據中心用電量分分鐘等於一個中型城鎮。以滬台神山台積電為例，1年就要用全台1成電力。賴清德喺電視節目吹水台灣經濟幾好幾好，查實台灣依家引以為傲嘅半導體同高科技紅利，全部係幾十年前前人種樹留落嚟嘅老本。當年老一輩辛辛苦苦起好核電廠，打好工業基礎，綠營上台就舒舒服服乘涼。點知蔡賴兩人任內，一邊享受緊前人嘅科技紅利當自己政績，一邊揮霍緊後代嘅生存資本，直頭係敗家仔流派。雖然賴政府拍晒心口，保證唔缺電，但台灣媒體將呢個問題問到黃仁勳面前，佢一句 maybe 就引發全台恐慌。呢句 maybe 係咪可以視為黃仁勳篤穿賴清德謊言呢？ But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we have sufficient energy supply through 2034. Maybe. So we still need more energy till... Yeah, maybe. 所以賴清德急急腳改口，話準備重啟核2、核3電廠。呢一舉動就等於向全天下宣告，佢哋供奉多年嘅非核家園神話已經徹底100%破產。黃仁勳嗰句 maybe 點解咁有殺傷力？係因為企業家最擅長睇風險。台當局能源政策今日向左，聽日向右，今日反核，聽日擁核，今日話唔缺電，聽日話要重啟核電，你叫投資者點相信你？連綠營自己有沈伯洋都講漏口話，台北因為缺電，恐怕無法躋身全球10大 AI 城市。人哋其他國家同地區依家係踩油門發展 AI 算力，台灣就因為選票，連最基本嘅電力奶水都提供唔到，科技島隨時被渴死。黃仁勳多次被見綠營高層，再加上呢句 maybe， 其實就係跨國企業界對台灣投下嘅一張絕對不信任票，一個連長遠穩定能源政策都俾唔出嘅社會。點樣令人有信心去深耕投資？民進黨用10年時間掏空咗前人留低嘅能源老底，換取政治利益，卻將台灣下一代喺 AI 時代嘅經濟發展前路全數斷送喺佢哋嘅選票生意當中。所以唔係黃仁勳打臉賴清德，而係現實打臉口號。
當全世界都進入 AI 時代，能源就係競爭力。大時代變緊，靠口水同政治神主牌係行唔通㗎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住花生俾個 like。